新一届的立法院正副院长选举，这国民党已经大声表态，推出着韩国瑜甲江启臣一组。因两个呢，今仔日是搁再办到请这拿赢立委争取支持。不过立委鲍坤奇无来，是风声讲伊有想要选这副院长，也讲任何人拢会当配韩国瑜。啊，那民进党呢是希望这尤锡坤蔡其昌继续连任。另外，民众党也搁伫咧等待拿力回应国会改革四大诉求，也讲到因有可能派人出来选。甚至是刀拿刀掠拢有可能。新一届立法院三党无过半，正副院长争霸战开始。国民党韩江培前一天大声表态，不过保留甲民众党拿袂合的空间。19中昼嘛做伙请众哪位争取支持。宴请不分区的立委们吗？不过贵宾却无看到党籍立委鲍坤奇，因为传出伊原来这个布局也有意要选，佮发出声明讲，韩国瑜未来伫立法院爱强硬甲民进党对强，同时点名江启臣2年后有可能投入台中市长的选举，连续担任副院长要安怎兼顾？佮讲正副院长分开选举，任何人拢会当搭配韩国瑜。最后也讲，相信国民党有民主机制来产生上适当的人选。我们对个人的想法不予评论。我跟江启臣委员会坚定，我们既然携手双进双出，我们就这个组合来迎接未来立法院正副龙头的一个挑战。韩国瑜一直讲韩江培会相进相出，佮讲后礼拜一党团开会，大家心内有话会当全部讲出来。那民进党的部分原来家己杀人选，规划继续由尤锡坤、蔡其昌寻求连任，到天后29党团会议确定。我一定要得到党团会议的提名，我才有资格来讲话。本来我就是要退休，那既然党需要我，那我只好就是继续来就将我自己的绵薄之力继续来为国家服务。蔡其昌没有个人的立场我都配合党跟党团的运作。若是民众党要听候拿力回答国会改革四大诉求，再来决定挺倒一边。不排除可能自提人选，又或是我们全部都投给蓝的，或都投给绿的，其实都是不排除各种的可能性。民众党手头8席立委是这届立法院关键少数，也让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加添变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